全球一年有幾千億美金嘅降膽固醇藥物市場，但書入邊話呢啲藥未必幫到你，仲有副作用。咁我哋係咪俾人呃咗幾十年？大家好，歡迎到讀懂癌症呢個 channel，專門分享健康知識同埋實用嘅養生方法，仲會有醫學書籍嘅重要精華。我哋希望透過簡單易明嘅方法，幫助大家拆解癌症同埋慢性病嘅真相。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好有爭議，但係非常之值得思考嘅一本書。Lipid Honesty 呢本書係由國際醫學專家組織國際膽固醇懷疑者聯盟撰寫，佢哋主要想打破一個世界級嘅健康迷思：膽固醇唔係心臟病嘅元兇。呢個講法係咪覺得有啲大逆不道呢？因為我哋成日聽醫生廣告，甚至係健康飲食指南，都叫我哋食少啲蛋黃，食少啲肥肉，膽固醇高一定會有心臟病嘅風險。但係書入邊話呢個膽固醇假說根本就係冇咁穩固，仲可能係一個誤導咗全世界幾十年嘅神話。膽固醇假說嘅由來，故事由上世紀初講起。當時有一個俄羅斯學者用實驗兔做實驗，食膽固醇，例如蛋黃，發現兔仔血管出現咗疑似動脈硬化嘅斑塊，於是大家就覺得，膽固醇就係會堵塞血管。但係問題係，兔仔係草食性動物，平時根本就唔會食膽固醇，所以用兔仔去做實驗呢個結果去推論人類，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漏洞。再之後1950年代，美國學者 Ancel Keys 提出咗7個研究，話食飽和脂肪越多，心臟病死亡率越高。呢個研究影響超級大，推進咗全球幾十年嘅低脂飲食流行。但係書入邊解構 Ancel Keys 係自己揀數據嘅，其實好多國家都唔符合佢嘅假設，好似法國人食好多芝士牛奶，但係心臟病率其實唔高。呢個就係法國悖論。研究嘅矛盾，高膽固醇未必短命。咁科學數據點講呢？書入邊引用咗好多嘅觀察，有啲人因為遺傳膽固醇特別高，例如一啲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病，但唔代表一定會早死，好多人都活到70、80歲。相反，仲有一啲膽固醇水平正常甚至低嘅人，都會一樣突然間中風、心臟病。更加令人驚訝嘅就係，有研究發現，老人家嘅膽固醇越高，反而更加長壽。膽固醇水平同埋死亡嘅矛盾，書入邊強調多個大型流行病學研究嘅顯示，膽固醇低反而死亡率更加高，特別係老人家。高膽固醇人群未必心臟病率更高，即係話膽固醇其實唔係一個壞東西，甚至有保護嘅作用。如果唔係膽固醇令到心臟病發嘅話，咁真正嘅原因係咩呢？書入邊就提到一個更加合理嘅解釋：血栓假說。簡單啲嚟講，即係心臟病唔係因為膽固醇逐少咁樣塞住血管，而係血小板太過敏感，遇到壓力或者發炎嘅狀態就會容易凝固，形成血栓，先引致心臟病。有啲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病患者，其實佢哋真正嘅風險唔係膽固醇高，而係血小板對於壓力荷爾蒙，例如腎上腺素特別敏感，更加容易形成血栓。呢個解釋更加貼合我哋嘅臨床研究。Statins 降膽固醇藥物嘅迷思。咁醫生成日開俾病人嘅 statins 降膽固醇藥呢？書入邊話，雖然降膽固醇藥可以明顯咁降低我哋膽固醇嘅水平，但實際上對心臟病死亡率幫助有限。更加大嘅問題係副作用都唔少，伴隨肌肉痛、記憶力下降，增加糖尿病嘅風險。咁嘅話，其實我哋可能好多病人中咗膽固醇神話同埋藥物市場化嘅圈套。更加一個震撼嘅發現，低膽固醇人士癌症風險可能更加高。透過啱啱解說，我哋可以了解到膽固醇假設係嚟自於動物實驗，係一個有偏差嘅研究。高膽固醇唔代表一定短命，甚至可能長壽。真正致病嘅原因可能係血栓，而唔係膽固醇。膽固醇藥雖然有用，但係副作用都唔少。呢啲資訊係咪已經好挑戰你一直以嚟相信嘅健康概念呢？頭先我哋講到膽固醇未必係心臟病元兇，仲可能俾人誤會咗幾十年。咁我哋下一個問題就係諗，膽固醇其實我哋身體入邊做緊啲乜嘢呢？膽固醇嘅真正作用，書入邊講，膽固醇其實係生命嘅必需品。膽固醇係細胞膜組織嘅重要組成，冇膽固醇嘅話，細胞根本冇辦法維持結構同埋功能。而佢又係荷爾蒙嘅原料，包括男性荷爾蒙、女性荷爾蒙、腎上腺素，仲有佢係一個維他命 D 嘅前驅物，即係我哋曬太陽合成維他命 D 都要靠膽固醇。最重要嘅係佢係腦部健康嘅關鍵，因為腦部超過1/4都係膽固醇，所以如果將膽固醇妖魔化到零容忍，咁反而可能對健康造成傷害。
膽固醇與免疫系統。書中提到膽固醇其實係身體抗感染嘅一部分，低膽固醇患者更加容易感染，特別係肺炎。問題就嚟啦，如果唔係膽固醇，點解心臟病仍然係全球嘅頭號殺手呢？書入邊又指出，心臟病其實係一個多因素疾病，唔可以單靠用膽固醇嚟解釋。最主要係以下呢幾個因素：第一，慢性發炎，現代人飲食高糖、高加工食物，令身體長期處於一個低度發炎嘅狀態。第二，血液凝固問題，壓力、食煙、缺乏運動會令血小板更加容易聚集，形成血栓。三，氧化壓力，自由基攻擊血管，令到血管受損，更加容易堵塞。換句話嚟講，心臟病其實係一個生活方式病，而唔係一個單一數字病。我哋再睇翻 statins 嘅問題，降膽固醇藥雖然賣到全球幾千億美金，但係書入邊提醒大家，佢真正嘅好處可能只係對少部分高風險患者有用，大部分人嚟講成效有限，而副作用實在不容忽視。所以書入邊就呼籲醫學界要更加謹慎，唔可以一味推廣膽固醇數字越低就係越好呢個概念。咁作為普通人，我哋點先可以真真正正咁樣降低我哋心臟病嘅風險？書入邊就有幾個重點：一、均衡飲食，唔係完全要禁脂肪，而係要減少食加工食品，盡量攝取更加多天然嘅食材。二、控制糖分，過高嘅糖分比膽固醇更加傷血管，因為會引起發炎同埋胰島素嘅抗阻。三、保持運動，運動唔只可以幫助減重，更加可以改善血液循環，降低我哋血栓嘅風險。四、減壓同埋好嘅睡眠，壓力荷爾蒙會令到血小板更加容易積聚，所以放鬆、睡眠其實都係護心嘅方式。五、戒煙，食煙係加速我哋動脈硬化同埋血栓嘅頭號元兇，呢啲先係真正嘅有效護心策略，生活習慣先係關鍵。書入邊強調，真正引起心臟病風險嘅唔係膽固醇數字，而係食煙、壓力、運動不足、飲食形態。呢本書帶俾我哋好多嘅啟發，主要嘅核心係想同我哋講，我哋唔應該單純用膽固醇嘅高低去判斷一個人嘅心臟病風險。膽固醇其實係生命嘅必需品，甚至係保護性嘅物質。與其一味靠藥物，倒不如從飲食、運動、生活方式入手，真正咁提升我哋嘅健康。希望今日分享嘅可以令你重新思考，當下一次聽到膽固醇高要食藥嘅時候，你會唔會問多句，咁其實我真正嘅健康風險因由喺邊度呢？健康唔單止一個單一嘅數字可以代表，而係整體嘅生活方式嘅結果。如果你覺得我哋分享資訊有用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哋讀懂癌症，同埋 share 呢條片俾你身邊關心健康嘅人。亦都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，我哋周不時會分享一啲健康嘅資訊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